世界万人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咱的通货膨胀率6月来到14档上悬纪录。讲通货膨胀这专有名词，具体意义就是咱手头的钱变较薄。观众朋友，你这几个月准定感觉会到，鸡卵、牛奶，加咱厝内欠用的必需品拢在起价，逐个月基本开销增加，你的厝税贷款犹原爱纳，囡仔犹原爱栽培，政府有稳定物价、起工资这些措施，总是若对袂着物价起价嘛无较抓。今仔日咱来开讲，讲大家高不将欠长内都倒司机的心情。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区德生研究员。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劳动甲社会政策研究协会张丰毅执行长。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人力银行上班族苏文佳小姐。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今麦来看吼，国际上吼，因为疫情，国际运输拢乱去吼，过来吼，侪国家因的货币政策吼，拢放较灵，也就是讲市场面顶钱较侪，煞较无价值吼。过来是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和国际原物料来起价，这会致使啥物状况呢？就是讲咱看到能源、石油、甲电这伫国际社会面顶嘛来起价，致使咱台湾的物价嘛对咧起吼。今仔日要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先咱先来看国内物价的报道。粉肉是增加比较高，规个是胖胖。不过，伫个物价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食材成本是万行交起，或者卖早顿的业者感受是真深。鸡肉方面的，还有猪肉方面的，连我们的美生菜也都在涨。去年我们1桶油是580，现在1桶油是960，涨了1倍的油，你觉得我们撑得下去吗？根据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数据，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达到3.59%，创下14年来新高。观察6月份 CPI 7大类变动较大的部分。以食物类年增率7.27%上大，原因是因为饲价甲饲精生的成本提高。介绍的部分，卵是起29.11%，肉是起6.78%，也若水果受到天气的影响，是起25.31%。食外口的费用年增率有到6.38%，比5月份搁较高。以前的物价都是比较低而且平稳嘛，大概都2%以内嘛，所以这个数字大于3%，而且4个月，而且这个又创下近14年来最高，物价压力当然是比较大了。我想在行政院的层级呢，会看下半年的这个整个国际的趋势跟国内的状况啊，会去做滚动性的检讨应应。王美花表示，行政院专案小组会随时检讨，来因应稳定物价。国内电钱新汇率7月初1实施，平均起的幅度是8.4%，其中工业用电大户是起15%。虽然餐饮业是列伫无起价名单内底，不过对业者来讲，原物料价小加悬带来压力也是真大。到目前，不管是餐饮业或者观光所属的这些产业，端靠内需市场啊是不够的，所以有必要开放啊，让经济能够活络起来。我想，对于将来解决这个通膨的问题啊，才有解的。柯书博嘛呼吁中央，要赶紧开放边境，复苏经济，才当真正解决危机。互各种的产业会当找到出路，增加消费量，除了会当甲成本压落来，嘛会当互产业增加收入，较有法度来对抗通货膨胀。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你伫影片内底看到万项交起吼，咱即马就来看咱的物价指数增加的比率。拄则讲到讲，今年6月吼，咱的物价指数起到3.6%，这是14档来上悬的一个数字。过来，咱来看另外一个趋势吼，伫今年2月进前差不多拢伫2.5%啦，到今年3月开始超过3%，到即马6月吼3.59%，这个起价这个状况吼，区研究员，咱敢会当讲，为3月开始吼，起遮多是因为咱国际上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的原因，致使国际的原物料来起价吼，互咱国内嘛对得起。咱即马台湾的物价啦吼，这个通货膨胀吼，这个比。这个是3.6%啦吼，但是比一寡这个先进国家啦，美国啊、欧洲啊，其实是足低啦吼。
而且这个内容也无共款。吼，咱即马咱台湾的这个物价起价吼，最主要是 imported inflation 吼。输入型的这个通膨，吼，那就是说，咱若讲通货膨胀有两个原因嘛，一个是这个需求 demand pull， 另外一个是这个成本的推升 cost push， 即摆台湾的这个原因上主要是 cost push， 就是进口的这个原物料的这个价销较悬，但是内底国内的需求，特别是你看这边的起电价就共款来调低。将这个撇开这个服务业，因为这个服务业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就是说，就是讲这2年无讲介顺利安尼啦，那所以讲咱台湾的这个即马咱大家看讲这么悬，连续4个月拢3%以上，感觉讲会惊吓，但是我是感觉免惊，因为这波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起物价，我感觉上关点就是你6月。6月这个过了吼，那因为咱即马咱看这个通货膨胀这个率啊，咱是看这个所谓年增率啦，就是甲去年的这个 CPI 的这个基础比较，那去年发生什么代志？去年这个5月16号甲7月26号，Level 3 Alert，3级警戒。所以讲这个期间当然是伊的这个支持会较低，所以说现在比较咧，敢若讲即摆这个inflation 好像敢若足严重，但是我是感觉讲上悬就是你这个6月啦，老师，你拄则讲到一个观念就是即摆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成本增加才来起价，较早咱的印象拢是讲，若是物价一个起都袂阁转去啊。老师的意思敢是讲，即马是因为成本增加所来起价，若是成本阁降价，敢袂阁落价咧？物价有一个叫做僵固性，所以讲我即马的预测我感觉讲甲 Q4 的时阵可能咱这个通膨inflation rate 会落来，但是呢，咱若干那看物价有僵固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厂商啊，伊的成本唔是干那进口这个原料，伊阁爱负担这个人事的成本。人事的成本呢，一定是因为这个年资逐年来调整，逐年来升悬。所以讲物价呢，伊若起起来了，伊袂阁落落。但是呢，咱过来咱就是若阁比较这个 CPI 甲前一年的这个基础那咱来看你这个图嘛，你甲这个差不多第4季Q4 的时候呢，就是有可能咱台湾会当回到这个Central Bank 设定的这个2% 以下。好。文家老师拄则所讲的是解说通货膨胀，咱即卖的状况甲数字，做一个消费者，你是上班族一定逐工拢伫外口食，厝内阁有囡仔爱顾，你对这个物价万行交起的这个状况，你的感受是啥？我的钱拢无去啊，钱愈来愈薄啊！伊逐工起来，小朋友要上安亲班，阁有保姆费。你看安尼，就一个月我安尼，一个月一个人薪水就无啊，5万块就无去啊！即马去嘛爱家己即种疫情，家己煮。以前去菜市可能一包菜5块就当买着，即马一包菜无10块买无，所以我可能一届去，以前100块就会当买可能1礼拜的菜。即摆我爱200-300块，甚至搁较悬，较会当买1礼拜的菜。安尼我生活费一直起，我逐工拢无钱，逐工拢想讲，我的钱要安怎？我囡仔要安怎？生就生大人啊，囡仔袂当生啊，所以逐工拢想讲要安怎趁钱，趁较济。是。你拄则无张持，甲你的月绩讲出来啊吼，总是伫你的同事内底吼，敢大家拢即款的状况若是趁较少的人，毋着逐个月收费拢无够。对啊，你想看卖嘛要你饲囡仔好啊，你莫去安亲班，你嘛莫带迄种莫去保姆遐好啊。你想看卖，你安尼省落来，你来看卖，你一个月趁偌济？你嘛趁无遐济，你要安怎去安亲班，要安怎去做？你还搁买菜，对无？你想看卖，你安尼，你哪会当一直欠，一直省，去看，结果囡仔拢免栽培啊，对无？林老师，咱看到你的衫面顶是火真大敢是因为即马最近物价一直起，你会感觉火真大咧？
嘛会使安尼讲啦吼，即摆的上班族吼，咱感觉讲一般的劳工吼，面对这遐尼悬，而且是吼，伫咧短时间吼，熊熊加悬的这个物价吼，大家嘛是感觉讲压力足大啦吼。咱拄则即个进前即个区教授讲到，迄个咱的迄个CPI 吼，差不多是成长到3.6嘛吼。不过其实吼，咱即个物价的指数吼，的统计吼，当然伊有包括真侪款嘛吼，吼，伊譬如讲迄个房租啦吼，你买电脑啦吼，迄个买这用品啦吼，而且佫有消费的食外口这吼，拢是全部统合咱的一个数字吼。不过吼，我想吼，对咱一般的即个上班族来讲吼，伊上敏感的吼，其实就是买便当啦，吼，逐工啊食外口这啦吼，因为你逐工拢爱嘛。比如你电脑有起价，过你可能5年才买一台电脑啊，吼，你讲车有起价，啊，像你是10年才买一台车嘛，吼，啊你讲你厝有起价，啊，逐个嘛毋是每一项拢买会起嘛，吼，啊，所以吼，即个外食吼、外食啊，台湾吼食外口的比例是足悬的哦。上班族有些时阵吼，一工3顿拢食外口，是，吼，有些即摆足侪吼，较少年翁仔某，有些时阵可能你厝的嘛无你煮，吼，啊，所以你食外口的时阵吼，伊迄个影响会更较大。咱用看到这便当吼，伊一摆起，比如90块变100。哦，即款的起的，这是足明显的。伫咧这几个月，啊，但拄啊，即个区教授讲的吼，这有一个上大的原因，就是原物料嘛，原物料会起价嘛。啊，咱知影讲，即个咱食便当内底猪肉、鱼、猪肉是鸡肉吼，伊拢爱食饲料啊。啊，这饲料吼，什么黄豆啦吼，还是玉米啦、小麦这啦吼，因这拢是进口的嘛，当然无你先。啊，无你生产啦。虽然咱家己有饲猪，啊，过问题饲料拢是进口的，所以伊的猪肉一定会起价，啊，你鸡肉嘛一定会起价。啊，过来，啊，你讲你若饮料吼，饮料伊内底要用糖啊，啊糖啊，其实咱台湾糖嘛是拢大部分拢进口的呢。咱台湾其实即马家己无咧生产糖啊，足少。日本时代台湾日本时代国有啊，我是台湾即马足少啊，啊，所以吼，你看，这拢是进口的物料，拢是大起，你讲拢是大起，吼，所以这吼变做讲，咱伫个即个一般的上班族吼，伊咧食物件，啊，伊咧感受上深。老师，你家己做一个坐办公室的人吼，对你来讲，外食是敢是上大的物价压力。所以你就讲，对即摆一般人，你讲一个便当起5块10块，啊一个饮料嘛起5块10块，对伊来讲，伊就感觉讲，迄个影响真大，因为逐工拢爱食。啊，逐工拢食几落届，所以吼，即个对咱一般的迄个上班族吼，你也是普遍的上班族，拢爱处理这啊。你讲你卖便当的人，伊其实嘛是无法度的嘛，吼，因为伊入来的鸡肉、猪肉就是遮尔贵，伊无起伊嘛袂使，吼，啊伊厝租嘛爱付，吼，所以即个影响吼，就造成咱拄仔讲的即个。一般的上班族吼，逐工伊面对的即个生活的压力会愈来愈大。是，老师，我感觉你讲到一个问题足趣味吼，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老师拄则所讲到的，即摆万项拢咧起吼，卫生纸即摆起2成啦，啊，鸡卵今年吼到达1斤已经起要变做共要已经超过2倍啊吼，牛奶嘛是1公斤起2块，另外饲料。今年拢讲起4摆，即摆每公斤已经起2块啊吼。后一步可能是咧咱烘胖啦，遮的原物料，譬如讲米粉啊、巴啊，也是糖，这会起价。总是咱看到，咱咧车的链啊吼，嘛是起差不多1成哦。啊，这就是拄则张老师所讲到的，就是讲你可能几啊当才买一台电脑，啊，你的车可能几啊当才换一摆链啊。总是这影响嘛是真大，因为链啊是较贵的物件。啊，若是万项拢咧起的时阵，你常常要换链啊的时阵，你就会突然间这个月就有一个大条钱啊。嘉文，你厝内敢有这款状况？有啊，像你讲鸡卵起50块，其实我去种外口迄店里买吼，干妈店迄一斤不止50块啦，53上贵58，啊像我一届可能大概买20粒，20粒就100块去啊。对，啊，阮安尼一届买，啊100块就无去啊。像迄卫生纸，我嘛是强要去啊，我嘛毋知要买偌济，以前拢会紧哦，倒一摆较好，啊所以买一摆较贵嘛，无要紧，就是爱一摆。即马就是因为钱愈来愈少，啊物件愈来愈贵，啊就讲啊无即
即摆较俗好啊，咱来改换即摆。啊，所以阮逐工拢一直拢会看牌子，牌子好，咱就来用贵无要紧。即摆就是要省钱，看倒一项较俗去买倒一项，无阮真诶一个月可能无我半个月薪水拢无去啊。是哦，柯老师，因为咱拢查甫的吼，我讲我家己的经验啦，就是讲我咧食泡面的时阵，我内底加本底是加3粒卵啦，啊，牵手足受气，总是我永远要加3粒卵，啊，即摆卵遐贵吼，我会渐渐讲，哎哟。遐贵，我安尼卖3粒好啊，可能2粒还是1粒啊。对你来讲，做一个消费者，面对即马万行交起的状况吼，你会大省无开什么款的钱伫厝内的这个开销方面？上大省当然是一寡比较 luxury goods 吼，就较奢侈的吼，这种就是咱将个相关的消费甲往后吼，那希望用未来这个计销会当落来吼，那。当时即马就是这个时间的减肥真好的时间，这个时间 austerity 嘛，就是是因应这种通膨很好的方式哈。那比如讲即马这个物价吼刚他拄啊，这个张老师有讲是因为进口这个原物料。那其实这个原因吼，除了战争吼，个你头拄啊讲的迄个物流阻塞吼，这个原因之外吼，其实上开始就是主要的这个中央银行印伤侪钱啊。吼，你也知影讲，这边为了因应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吼，美国印的这个 QE 吼，印的钱呢，平进前的 QE 1、2、3拢加起来搁较济。因为这个资源是有限的嘛，印价侪钱当然这物价会起来。这是即马主要原因。但是呢，我最近有观察到这个趋势就是讲这个国际这个原物料啦还有大宗物资这个价销敢若无搁继续起。那随着这主要的这个中央银行开始减少这个 money supply 那我感觉讲。未来的这台湾这 imported inflation 这个情况应该会慢慢啊改善啦。老师，你讲减少 money supply 是讲钱印较少，敢是安尼？即马主要的央行随着迄个美国的这个联准会嘛开始咧升利息那最主要你包括伊 QE 伊嘛咧减这个缩减你缩表那所以讲这个市面上的这个美金就较少，市面上的这个热钱就较少。那这个有可能就会，或者即马这个原料这个价销袂阁继续起起来。咱咧知影讲所有的原料其实拢是这个美元计价。那所以讲，当然美元强势这个较确定了后呢，其实这个原料你讲要阁继续起嘛，起无落啦。是好，观众朋友，咱讲到吼，即卖万行拢咧起吼，意思具体来讲，其实是咱拢变较散啦。若变较散，拢购买的能力都会较低。咱即卖来看报道。房租大概多少？1万5哎。待遇多少？3万5哎，没有钱了啦。大人车经纪员表示，伊逐工工时12点钟做5休1。虽然逐个月薪水有3万5，也毋过扣掉上大开销帮助了后，最近物价压力大，会当欠的钱无济。一个月存不到1万块。存不到啦，有时候5000块，还要吃东西啊。物价压力继续升悬，伫台北市生活上班族上感觉，像这位老小姐，月期过4万，说讲家己逐个月拢是月工作，因为扣掉逐个月固定的开销，发现生活费开销变大。因为最近物价起，这个当勉强拍平，伊讲家己拢伫要落伫3角线以下。刚好打平，但是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的感觉。接下来如果物价一直上来，没有办法有额外多的钱再去指引，因为现在的扣打就很紧了，节省少吃一餐，可以再多去支付这些通膨的增加的费用。食外口起价卫生照发起，刷落来7月电价跌落去了后，物价压力提升。过往家福每个月申请的急难救助的辅助数字大概个位数或者不超过100件，可是光6月份我们统计到现在，大概统计到6月20号，目前就有超过300户的家庭来申请急难救助。家福基金会表示，受物价压力甲疫情相同冲击，需要帮助的人恐惊会哪侪，民众会当卡1957专线，也会当透过社福机构辅助。记者综合报道。咱即摆来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蔡明芳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蔡教授，咱即摆来看吼，政府吼，因为即摆万项拢咧起价，因事实上有稳定物价的做法吼。大省有分3个阶段，就是上头前就是农产品啊，以及物资啊，伊的源头大批的物资的介绍吼，要去甲压，就是用免税，还是讲降关税这款的方式。啊，若是中盘的介绍吼，就是去调查讲敢有中盘吼咧囤物资啦。啊，若是咱的这个市场的介绍吼，就是会去管制这个市场的介绍。另外，事实上，咱即马行政院吼有稳定物价小组，因顶半冬已经有开会来针对过年咱5日节的时阵的物价下半冬因有搁较侪的措施吼，譬如讲黄豆、小麦、番麦吼免税，另外就是牛肉、八达遮的进口品吼关税减半，过来是咱雅士吼。袂当起价油啊、电共款，即马虽然讲电可能会起价，总是先起迄个用电的大户吼。即马根据遮的状况，蔡教授，咱行政院嘛有讲着讲，虽然即马咱有即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总是行政院讲咱的。台湾的经济面总体来讲是还是真好，因为出口的订单拢增加，另外就是投资嘛增加。事实上，连迄个小麦以及卖食食的，因的业绩拢变做较好，拢有在成长。总是经济面上较好吼，咱的民众可能感受袂到。这款的政策安怎来产生呢？其实咱会当看到讲。咱拄则主持人讲到吼，讲到咱台湾的经济伫即几档表现了袂歹，但是确实讲起来，咱有一大部分吼，是因为咱有真侪这优秀的台商转来咱台湾，甲继续投资。因为咱台湾的重要性增加，转来厂商变济，所以变成咱的出口就增加。伫出口增加即个部分，当然你也伫出口部门咧食头路的，咱的观众朋友大概都会感受到讲，出口部门袂歹，吼，还是你伫出口内底电子部门吼，咧食头路，这观众朋友，你若伫电子部门，你当然你会感受到即个出口袂歹。但是你若讲伫一寡小卖啊，一寡做小食的吼，这旅游的吼，这行业吼。其实这行业当然，咱转来人济，大家伫台湾消费，台湾的消费就会增加，伫即个国内需求当然会增加。不过真可惜就是讲，咱拄到即个武汉的疫情吼，对着咱整个的即个全世界影响吼，互大家吼较无法度处理，所以当然有一部分的人吼，因是无法度感受到讲咱即个经济的成长，甚至因会感觉到讲吼，因的经济是。无像较早遐尼好诶，这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啦吼。你若甲物价甲带入来了吼，咱政府讲了无毋对。你若讲整体来讲，咱的经济变好，物价起一寡，其实这是大家当接受的。但是麻烦的是讲，咱伫即个国内部门，你若有真济即个，比如讲创造咱即个就业上大的，即个国内即个做食的啦，做旅游的啊。这用的人其实足侪，因为你就是爱服务人嘛。你服务人，你创造的这个就业真侪。这些人因为伫疫情的影响之下，伊本来的薪水就是足无稳定的啊。也就是因为安尼，咱较会去发这个所谓的3倍券啦、5倍券吼，想讲咧帮助咱的一般的民众也好，帮助咱的厂商来度过这个难关。但是总是你拄到物价一直咧起的时阵，大家不管你影响有大有小。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买一个便当，面包变细，便当内底配料本来是青菜，即马变豆干，即马变豆油钱，所以对着大家来讲，大家就感觉这物价其实有咧起。当然政府拄则主持人有经历的讲，咱政府即马其实有杀出足济吼，会当讲尽量莫互物价起遐悬，一寡即个措施吼来稳定即个物价。但是咱伫咧统计咱即个物价时阵吼，咱咧讲的 CPI， 即个物价时阵，咱有分一般的物价，到有一个就是讲较核心的，就是讲较核心的这物价指数，这物价指数啥那会分一个做核心的物价指数吼，因为核心的第一我实在毋知要安怎讲吼。核心。即个核心的即个物价指数吼，伊是甲即个咱即个水果啦、青菜吼，也是讲咱即个能源第一期咧。波动吼较悬的，
遮的物件甲扣掉，因为你总是讲啊，你石油啊天然气咧起，啊你短期间吼因为战争，因为啥物即个无共国家之间的冲突啊，造成遮能源的价销悬起来了。啊，这你袂当甲这短期间你袂当甲算对讲啊，长期的物价拢一直咧起悬。但是咱会当看到咱最近这个6月所发布的这个物价指数吼，咱会当看到讲，咱甲遮的能源啊，甲遮的水果还是蔬菜吼，因的起价的部分甲扣掉，其实咱的物价指数嘛是抑甲超过2.5%、2.6%、2.7%。所以这就显示讲吼，咱的物价真正有咧起。啊，对着咱会当讲就讲，薪水愈悬的人，一定是伫社会分布是愈少的。啊，薪水较低的人，伫社会你也是较低薪水的人，一定是愈多。啊，所以对着咱整个台湾的民众来讲，咱一定会感受到讲，啊，我薪水起一丝仔尔，啊，我物价就起3%、起4%。咱咧讲的是整体物价是起可能无到3%。哦，你若扣掉即个蔬菜也是迄个石油，但是咱每一个人，咱咧爱要消费的物件，你要消费可能是面粉的食品较济啊，吼，还是你讲你专门拢咧开车，你咧买石油，啊，所以大家对着即个消费吼，虽然讲整体看起来是咱上无遐悬，但是反正我拢咧消费的物件是拢起5%、起6%，所以对着咱无共的民众来讲吼，大家对物价的即个指数吼的变化，大家感受会较无共啊，但是普遍来讲吼。大家一定拢会感觉到，即个物价指数一定是变悬的啦。吼，咱去买一条即个俗棒吼，即个俗棒啊，伊就可能减1片、减2片。本来一条，吼，本来一条是偌济钱，即马一条变偌济。我主持人若有咧买俗棒，你就知影。啊，愈买愈细条。吼，啊，你去买即个迄个棒啊，愈买愈细粒。吼，啊，囡仔本来食一粒就会饱，即马要食2粒。虽然一粒拢买30块。对啊。所以这就是物价起起来吼，对着咱人民吼会感受。是，文家教授拄则所讲的吼，就是讲在算这个物价起价迄个指数的时阵，甲菜色啦、水果啊吼，遮个起价较大的品项吼，拢甲扣掉。总是扣掉的部分，拄好是咱上重的部分吼。你的感觉是安怎？另外吼，就是讲拄则咱讲咱的经济总体经济面是真好，总是咱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头家趁有钱。啊，毋过我的薪水、我的月级嘛无起啊，感觉呢？嘿啊，我已经嘛足侪当无起我的薪水啊。逐工登去的时阵，登去人部阿妈就讲，你敢有迄种即马偌济钱，领偌济，敢有起你的薪水？我讲拢无呢。啊，伊拢问我讲，你要安怎饲囡仔？啊，敢卖阿嬷帮你斗相共？阿嬷拢要家己想办法。要来饲伊的孙，帮忙饲伊的孙，但是头拄仔你种教授讲，拢。起一丝丝啊，尔，但是对我来讲，遐就是上重要。阮逐工就是爱食，爱买食，啊，所以即马就是想讲，一定去外口食拢不要紧，凊彩就去外口食。今仔要食啥？食披萨，要食麦当劳，是要去餐厅食，拢不要紧。但是即马就是凊彩，阮楼骹迄种面线店就讲哦，歹势，因为阮无了起价，所以我嘛要起价，所以一碗起5块，起10块。即马阮楼骹迄鸡排。一袋当卖70块、80块，那一个便当安尼，我想讲啊，无我家己做啊，我家己做啊，规工想讲家己省钱，省一寡，加减省一下，啊，看会当添有钱，啊，无互囡仔去做啥物，逐工拢去想这安怎省钱，即嘛是我上跳的代志，拢感觉讲我的钱，毋知要安怎才会当用较济，啊，无物件无买好啊。哦，对，张老师，咱即摆来看一个数字吼，就是咱的基本工资，政府吼，在压物价，当这时伊嘛会当起大家基本工资，来互大家消费力较悬吼。咱即摆基本工资已经月级是已经到25,250，一点钟的工资到168块。总是咱的社会面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起基本工资，亲像温家安尼在领月级的人，佢根本就无感觉，因为伊的月级袂起。对，基本工资吼，咱即马咱去年吼调的这个数字头好调5%左右啦吼，所以去年嘛是有调吼。那基本工资吼，咱台湾吼，即马你领基本工资的人吼，其实佫袂少吼。那照即个劳动部的统计吼，咱即马台湾伫领时薪的吼，时薪的吼，就是算点钟的吼，即款的人吼，差不多45万人，差不多45万人。
啊，这个领这个逐个月领月薪的月薪的这无差不多125万人。伊是用领基本工资，所以你安尼倒起来然后差不多170万人，伊是领基本工资哦。所以而且这个咱就要知影台湾的一寡较低薪的产业是服务业啦。你拄仔咱讲的出口较好的迄款半导体的电子业这其实薪水拢真悬。按过咱即马这个服务业啊、餐饮服务业啊、旅游观光啊，这其实足侪拢是领基本工资。这基本工资要安怎调整我想这个是一个足大，因为政府对这个劳工的这个工资伊有法度去调整干你基本工资安尼啊。你普通的你政府无可能去叫企业甲伊起薪水嘛。去强迫企业起。对，所以就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咱有知影讲伊调整差不多有2个原则啦就是第一个这是世界各国有基本工资的国家，差不多用这2个因素去判断。第一个就是劳工的迄个生活的成本。伊生活到底爱开销偌大？有法度。这个基本上有法度维持伊的生活无，伊家庭的生活、基本的生活无，这生活的成本是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经济的发展，意思就是讲这个企业若趁钱，安尼伊的利润呢，就爱分一寡互劳工。是。所以你经济若好，安尼咱基本工资当然嘛爱起较侪嘛，你劳工的这个生活的迄个成本啊。提愈悬的时阵，你基本工资嘛爱提，所以咱来讲，基本工资是一个社会上咱来了解就是上基层的劳工领的迄个是上基层，就是上需要斗相共的劳工才会来起。所以咱这个基本工资虽然有这个逐年拢有起去年嘛有调5%按过今年这个差不多劳动部差不多8、9月就过会来开会来讨论每年的基本工资是毋是该个调整。所以我感觉讲咱今年这个物价起这么悬着所以咱今年的基本工资咱也好好来这个监督政府是毋是有起起来的。是，邱老师、张老师拄则讲到这个问题咱起基本工资可能无法度解决的，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起基本工资迄个增加的比率，你对袂到物价起价的比率。那亲像这款的状况亲像张老师拄则所讲的，足侪咧领基本工资遮的劳工因的生活其实是袂变较好呢。他拄仔若讲根据这个张老师讲的就是175万领这个基本工资啦那所以讲你调这部分，其实对全体台湾的这个平均的薪资会增加可能还阁是比这个inflation rate 较低啦当然咱的这个咱的平均的这个所得啦那较低话就是咱的实际的这个所得嘛，因为咱这样看是实际嘛，不是这个名目嘛那扣掉这个通膨，那准做讲实际的所得减少的话，就是咱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所以说再讲，大家即摆感觉讲真痛苦这个生活无怎过那但是呢，你这个时间，你讲要叫企业嘛共款来起这个薪水，其实伊嘛有困难。为什么？因为进前对去年我感觉差不多这个 Q3 开始这个咱的这个生产者的这个PPI 的这个比率呢，都已经来到2位数。那这个意思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其实它的也这个年增率就是厂商的这种成本压力。所以讲当这个 PPI 减这个 CPI 这个咱讲一个叫做剪刀差这个剪刀差一直扩大的时候，那个厂商呢，他就有这个把这个它成本来转给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压力。是那这个压力其实去年的这个年中就开始有那有的因为有的厂商为着竞争的关系伊唔敢去起价即马挡袂牢可能讲伊的这个利润去减少去，也是讲正经开始去了钱伊只好调整伊的价钱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可能讲咱若要坑这厂商来因应这个 inflation rate， 然后做一寡薪资的调整。我看足侪厂商无法度啦。当然是，但是出口这
export oriented，遐像头仔蔡教授讲的遐一寡电子业吼，遐可能是出口订单佫袂歹，遮可能已经反映在伊的薪资，伊的员工的薪资，但是其他譬如讲这个张老师他讲的遐一寡较内需型内需型这服务业，可能伊就较无法度做到这点。是。阮家拄则讲吼，就是基本工资对咱领月给的人无啥物影响吼。你家己伫你的产业内底，你讲你足久无去月给啊吼，你顶边去月给是啥物云端去月给？是升官才有去月给，还是讲啥物原因？顶家去是因为换公司。哦，你家己替家己加薪对。嘿对，一定换，一直跳公司，一直跳槽，安尼较有迄个一直。加薪，我的月给较一直加，一直加。无即马拢，其实我有看公司，其实拢无啥物有人讲，公司有公布讲，啥物人要来调薪，啥物人要来迄种，拢无。其实最近足久无听到讲，即个人新官调薪啊，拢无。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阮其实嘛是有一点仔欠人。哦。对，嘛是爱。嘛是咧找人，嘛是个爱迄种想办法来，头家嘛是爱想办法去找钱啦，对啊，是找有着人无？欠工啊，即马其实规台湾拢在欠工。哦，刘老师欠工这个问题，你有研究吼？嘿，对，其实吼，台湾这个确实吼，台湾即马就是因为嘛少子化的关系，少年人愈来愈少，佫欠工。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咱的外销吼。出口吼，各个台商若转来设工厂吼，其实确实咱的制造业吼，需求对即个劳工的需求是愈来愈悬。吼，毋过吼，就变做即一个状况，就是台湾即摆少年人吼，较无爱去工厂内底做事啦。哦。吼。所以吼变做讲，即摆即个工业区内底啦吼，即个工厂也是吼大，即摆吼伊欠工，结果吼就是吼有请做侪外籍的劳工，嘿，所以咱外籍劳工吼，日产业的外籍劳工吼，差不多伫咧即过去10年来吼，为差不多22万吼，成长甲即摆差不多45万人。吼，差不多即个中间，产业的劳工，产业的外籍劳工，所以吼，最近吼，这个是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即个外籍劳工要入来较困难，吼，无即个数字会搁起哩，吼，毋过你就知影讲吼，即个伊即个特别是做出口的即个产业的即个厂商吼，伊对即个人力的需求是愈来愈高。我咱台湾的劳工，因为台湾即摆少年人较无爱去即个场所，而且叫做踮咧即个较自由，吼，较自主，对家己的迄个生活会使较自主控制，较自由的。即摆少年人价值观是安尼，吼踮咧服务业，伊甘愿哦，即个薪水领较加一点，伊嘛无要紧，所以就造成即个两极化的即个现象出来。是，刘老师讲到这个问题吼，咱来看这张图表，这是痛苦指数。痛苦指数是啥物意思？内政部咧统计痛苦指数吼，就是甲物价增加的指数加失业率，这就是咱社会的痛苦指数。咱看到讲去年5月的时阵是6.58，到今年5月是突破7吼。毋过咱看到讲。政府讲，咱的失业率是控制了袂歹，也就是讲，咱的痛苦指数若是会增加，伊的原因一定是咱的物价咧增加吼。阮家拄则刘老师所讲的，少年人较无爱去做制作业吼，总是迄可能会真正趁较济。你本身是人力银行内底的员工吼，即马少年人伫找头路。因伫要义的事项是啥物？若是趁较济，敢真正会去，还是讲因较要义啥物款的条件，会互因去做一个工作？应该是讲，你嘛即马大学生毕业吼，轻松会当算，趁无偌济钱不要紧，只要我欢喜就好，我阁会过节，我生活阁过会去就好啊。你若趁较少，你就无通算啊。咁唔是呢？无啊，伊要算有足侪，算的定义有足侪啊。莫互人管，才是上重要的。即马有遐侪新创公司，你即马遮侪人要去做 YouTuber， 就是因为我家己就是头家，我要安怎算，我拢不要紧。YouTuber 就是我去算互大家看啊，对无？但是要安怎做起来，迄就是一个
爱想办法啦。但是大家拢讲无要紧啦，我有趁到一寡钱，有通算安尼就好啊。是。即摆最后请教蔡教授吼，拄则讲到讲出口真济，头家趁有月绩无起吼，总是若是制作业即款的，都是真正你若是订单真济，你的薪水一定会较悬吼。咱的经济产业的角度来看吼，安怎样会互产业有钱，当这是会当反映伫咱劳工的月绩面顶？其实你要互产业有钱，会当互反映伫劳工，这个其实爱互咱的产业爱想会开啦吼。咱之前有伊的产业听到咱政府要起电价时阵，就讲伊要离开台湾。后壁嘛，虽有其他的厂商出来讲，你离开台湾电价也无较俗啊，电得较愈贵。这就是讲吼，你拢一直拢要想要变俗的吼，迄是无可能的啦吼。你想要互你的产业较有竞争力的，你得爱有法度去请到较好的员工。你要安怎有法度请到较好的员工，一定爱薪水有较悬嘛。所以你一直感觉会家己会欠工。有一个足基本的原因，当然，原因有足侪种的。少年人的价值观安怎？这毋是咱经济法度讨论的。但是有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就是薪水可能无够悬嘛。因为即马对着台湾来讲吼，咱袂当像咱伫50年代、60年代迄个时阵的想法来想即马的台湾。因为咱即摆是大人，安尼欠长内度，变较好的环境，来互咱即摆囝儿逝世。即摆囝儿逝世，伊有较好的环境，伊绝对无可能甲伊过你较早迄个生活。所以即摆重视的，这嘛是咱一个国家要一直进步、要一直成长上调的价值来讲，咱毋是干那看钱尔，咱会甲看咱的生活品质。其实讲你若要讲价值观，就是即摆的囡仔，爱讲即摆的少年一辈较重视的是这个生活品质。毋是讲咱甲要像较早要一直行制造业，这是啥物讲制造业行尾啊了，制造业互你愈来愈有钱，你就有法度开始去学一寡其他的物件，比如说咱会当看伫一寡先进的国家，足侪囡仔会去学艺术啦，会去学足侪其他咱过去咱就讲无你就去迄个电子公司上班就好啊，一当薪水偌济，但是先进的国家咱毋是安尼想啊，所以咱台湾。从基尾啊嘛是会行到迄个坎站啦吼，所以讲伫要行去迄个坎站时阵，就是咱的企业的竞争力爱有法度增加，咱爱敢摕钱出来，咱毋是干那讲摕钱去投资房地产尔，你爱摕钱出来投资这些少年人，爱互这些少年人愿意来替你奋斗，伊有法度设计出好的艺术品，想让伊无法度想出其他较好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公司来成长，因为公司要成长，伊有足侪面向的。所以伫这个部分，我会感觉讲，咱的薪水可能爱慢慢增加，安尼较有法度啦咱都要讲到这个痛苦指数其实，咱咧今仔咧讲这个物价这个问题，有一个足重要的讲，虽然咱即摆失业率无偌悬，物价开始悬，你痛苦指数会悬的原因，规个拢是因为物价，但是毋通袂记伫物价你若愈来愈悬的时阵拄则咱伫这个。人力公司咧上班的这个苏小姐讲的，你要买一袋鸡排，本来爱70块变80块，我要买一个便当，本来70块变90块，就是讲你平常时啊要甲家己饲好饱的生活支出，拢愈来愈悬啦。你会当有用钱，甲去旅游也好，去买其他新的手机也好，的几率拢会降低。就是讲我一支手机啊，本来两档就会换，我即摆变2档半，变3档。我要讲的是啥？我要讲的就是讲，你这个需求会慢慢会延后，需求延后，就对咱这台湾咧制造手机啊、制造这个电子产品的厂商，其实都有影响。伊的影响就会影响到啥？影响到伊对这个劳工的需求。因为我的生意无好啊，所以我就无需要甲请一个人啊。你欠工就会慢慢无伊啊。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对，伊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想到咱会一直呼吁咱的中央银行爱。注意物价上涨的原因就伫遮，像那美国、像那澳洲、像那英国，这大的先进的国家，因会甲因的利率扭较紧，因为因会烦恼这个物价若起了伤紧，尾来伊无法度控制，伊会倒转来伤害到伊基本的这个经济。这是我感觉咱各位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是。
英国的作家吼，Wolf 捌讲过，讲女性若爱写作，都要有家己的房间啦。这拄好是一个生活品质，拄好蔡教授所讲到的，就是你若是要爱生活品质，你可能都要有家己的厝。总是即摆伫台湾，你要买厝实在是真无容易哦。咱来看一个数字，就是讲民众吼买厝的痛苦的指数，咱来看这个房价甲所得来比吼，这个意思是啥？意思具体来讲，就是讲你若是去买厝，你完全无食无啉，你需要偌久的时间才会当买一间厝咧？咱看全国是你若是买厝，就差不多爱9档半，拢无食无啉才会当买厝。伫新北市是12档，要13档，台北市是16档吼。过来另外一个数字，这个房地负担率，这意思是啥呢？就是讲你规个月厝内你会当开的钱有偌济比率爱摕去来房贷。伫全国吼，差不多38%，你都爱摕去付房贷。伫新北市超过一半，伫台北市超过60%吼。上加是同市同款，你要有3成摕出来去付房贷吼。曲老师，咱伫90年代时阵听到有一个歌手叫做猪头皮吼，伊捌唱一条歌，伊讲我无食无啉无趁无赚吼，想讲较少济，最后发去买一个塔位啦。这个状况30当前就已经安尼，到呾未输犹原是安尼呢？这个情况其实在所有足侪国家吼，特别是在经济成长的时阵拢共款吼。那其实足侪国家也都希望讲对这个高房价做一寡措施的这个管理吼，但是一直来就是真困难了。最主要是讲，那这个除了高房价吼，其实housing market 其实譬如讲在美国这个国家，其实占伊的 GDP 足大的部分。是。所以说拍房。这个定定无法度确实，因为有一寡压力啦，所以无法度确实来执行。那这个是讲，即马咱这个房价遮尔悬，少年人无再买厝，甚至讲未来讲无再税厝，这个情况会愈来愈严重。那所以讲这个我感觉咱的政府也要马上该注意这点比如讲爱推出这种国宅啦，或者是说在这个房价这方面的爱确实来针对这个房价直直起价这个问题爱正视。是，文家，拄则你无长长讲出你的月计的时阵，听你伫遐咧轻算讲你一个月偌济钱会当开吼，内底敢若无房贷这个部分吼，你家己敢有咧付房贷？我用税厝，因为买袂起，只好税厝。对，安尼要结婚的时阵，你敢有考虑着讲爱？有迄个买厝的材料，才要来结婚。无呢，其实结婚爱一个冲动啦，迄个时阵无想遐济啦。是。迄个少年无想遐济，两个人，阮想讲两个人去说厝嘛不要紧啦。但是即马有囡仔，就爱想讲买厝啊。是。买厝毋知要去倒买。像我4当前，阮囡仔搁细汉，差不多3岁时阵，因为公司有可以要去拿口，我有去拿口看卖的。迄个时阵10档的厝。有电梯、大楼下2房，阁会当1000万，阁会当买着。即马1000万可以买无啊？是。今仔日拄好要落影进前，我拄好伫遐咧看脸书的时阵，看到阮即马住在中和，看到中和拄好一个迄种预售屋。我看伊一平卖50万，买60嘛有60的，但是看起来佮应该可能会当负担哦，3房2厅。但是总价爱2000几万，看这数字我讲2000几万，我是要趁到啥物时阵啊？是。根本就买袂起，你投机款，你就唔知要去倒庄家的钱出来啊。是。蔡教授，你拄则讲到迄个恶性的循环吼，若是一个一个徛家内底吼，需要摕遮济钱去付房贷，敢会增加迄个恶性循环的这个一定的啊，因为你甲你的钱吼，拢摕来。放伫即个买厝的即个支出顶管，你会当去买着其他，我就会开始安尼算啊嘛，我就算讲我即个月敢有存偌济钱，会贷款，我贷款纳了以后，我存偌济钱，
咱人拢有一种想法，就是讲，看会当较早甲即个贷款吼，较早清清的买。所以你逐个月咧想的代志吼，因为咱一般咱的上班的人，咱就是领固定薪水嘛，吼，咱无掠外的即个收入啊，所以我伫收入固定的情形下，我会当做的是安怎？我会当做的是尽量降低我的成本，我的生活成本。所以我要降低我的生活成本，我就会想办法去找讲，看有啥物方法会当互我的成本降低。咱做学生啊，咱上要做就是讲，第一点就是讲，记伫簿仔顶悬讲我今仔开偌济钱。第二点，出去甲同学讲，我买一条熟胖吼，我食一礼拜。吼，因为我想办法要甲钱欠起来，所以想到咱会足关心讲，咱的台湾的厝吼，厝价若一直压悬的时阵，对着咱即个咱整个即个经济吼，上尾啊会有足大的伤害。原因就伫遮。其实台湾的即摆网络足方便的吼，你会当去看台北市的厝吼，参东京的厝。参美国遐大都市的厝，咱的厝价真正比人加足贵的。相共的厝价，人大的厝是加偌大，吼，人的即个景观，人周边的即个生活环境是加偌好，即咱台湾拢绝对无。你讲咱住伫咱一般的新北市啊、台北市，咱一寡旧社区，其实咱虽然讲咱有咧做即个都市的计划，都市的即个会当互变啊较新。但是咱有足侪生活环境是要甲参外国比起来，还有一段足大的即个距离的啦。吼，但是咱的房价吼，参人是无啥物距离的。吼，这就显示着讲，咱台湾的厝是伤贵的吼，有一点仔伤贵吼。啊，你厝若伤贵，其实中央银行嘛会当有一寡政策啦。吼，我莫有厂商会当借较侪钱来饲地来起这个厝，因为厂商若一直不断的用厝来起厝，安尼的话，互伊厝价愈来愈悬的话，你长期尾啊，你伤害着咱一般的民众。你互鼓励这民众讲，你会当贷8成，你会当贷9成。你若第一间厝当然无要紧，因为大家人拢最想要买厝的，你互咱的人民伊想要买厝，伊买一间厝。为了伊若要买第2间、买第3间、买第4间，你有哪小共互伊遐悬的额度？啊，你这就是一直不断咧扩大这个需求，啊，互遐想要炒房地产的人会当继续当啊炒房地产。你上尾来伤害咱的经济袂？咱拄则主持人讲到啊，因为你伫房屋价上来伤悬。其实咱要烦恼的毋是讲这个所谓的房贷的这个负担率，咱爱烦恼的是咱的房价。其实咱的房价若有够低的话，我房贷的负担率足悬的嘛无要紧啊，因为我的总价就足低嘛，200万参2000万，啊，我都小共爱付38%，你看到一个较恐怖，一定是2000万啦。好，所以咱上重要关心的原是咱的房价啦，吼，因为你薪水咧起的速度当然是加足慢的。咱台湾是拄啊讲伫即几冬拄着中国参美国咧伫贸易上咧冲突，伫科技上有一寡冲突，咱拄啊有法度吸引一寡厂商转来。吼，啊，互一寡少年人愿意留伫咱台湾。啊，即摆厝你甲互伊起啊悬，你其实咱想要吸引好的人才来台湾，你厝价若伤悬，人才会来袂？袂啊！嘿啊，我开啊侪钱去买一间厝，啊，我规个生活品质怎降低去？我规卖来啊！吼，所以这通道指数其实是足重要。是，林老师。其实台湾台湾这个民众买厝的比例是足悬的。你若你全世界来比，就是自有房屋的比例是足悬的。为什么我感觉是台湾甲这个大这个需求变做一个投资，伊毋是一个你这个满足你生活需求的一个物件，所以咱就知影讲所以大家拢变做投资的时阵，就是拢爱去买。咱台湾你就知影讲租厝，你若租厝就是一款使用啊尔。我台湾的因为租厝的市场是足无健全的，所以大家拢爱买厝。譬如讲，你厝头家可能突然间甲你起厝，无也是讲你无法度长期稳定点遮大，就算讲你要付即个厝税嘛无法度。所以即个租厝的即个市场足无好的时阵，大家就归去买厝。你去买厝，就恶性循环啊哩。所以我感觉台湾即马应该是爱甲即个租厝的市场那对一般上班族来讲，你讲双北来讲足侪拢是外来人口来台湾，来即个大台北地区上班。所以即个租厝的需求是足大的时阵，你爱若家己租厝而且市场若更较好的时阵，安尼的话，大家就拢袂拼去，拢爱去贷款去买厝，你甲钱全部落去遐。我感觉这才有法度小可去解决咱即马即个房地产过度商品化，
吼，即个现象。老师在你看国外若是有较健全的租厝的市场，会生做啥物款？敢有一个对，较好譬如的？讲迄个当然咱即摆讲的足侪即个社会主体吼，国外足侪去社会主体，其实就是国家就是上大的即个厝主嘛。哦。啊，伊长期是租互即个一般的上班族，譬如讲你用去签20年的租约，吼啊，我厝税吼，我会足稳定的吼，安尼。而且若对一般的即个私人的即个契约者吼，伊嘛会管制。吼，袂讲你袂使清彩，我厝税就马上压起来是安怎？吼，啊民间的即个租赁啊，吼，伊即个市场国家嘛小可管制。吼，啊安尼来讲吼，对于即个一般租厝的劳工吼，伊嘛会较稳定。我讲有些时候租厝毋是惊起厝租，有些时候是惊搬厝的麻烦，因为厝头家形容我要卖厝啊。啊，这无稳定，我讲这若无稳定吼，其实对即个问题搁较大。是。